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！你而家收睇緊嘅呢，就係首屆嘅天下杯第一場嘅賽事。今日呢，我哋就有兩隊隊伍，包括咗着紫色球衣嘅華星隊同埋着黃色球衣嘅 Invaders 隊。而家係球員嘅進場儀式。天下杯足球賽係由天下衛視主辦，由麒麟盛宴冠名播出，同埋由高登眼鏡全程贊助，絕對係一個華人嘅球壇盛事啊！而家我哋畫面睇到嘅呢，就有麒麟盛宴嘅負責人 Ricky Lee、高登眼鏡嘅梁偉清醫生同埋天下衛視嘅副總裁成方舟先生，三位嘉賓同隊員親切握手合照留念。雙方球員都準備就緒啦，大會就即刻請嚟天下衛視副總裁成方舟先生、華星足球隊嘅創始人之一鄧永卓先生同埋麒麟盛宴嘅負責人 Ricky Lee 先生，三位一齊踢出第一球，比賽就正式開始啦。上半場一開波呢，咁發現啊兩隊好似都打得比較保守，同埋有啲禮讓啊，唔知道究竟係咪大家都仲有少少緊張。開場3分鐘 ，Invaders 隊呢終於就攞到第一次罰球嘅機會啦。Invaders 球員5號 Ricky 仔啊，短踢交咗個波俾7號 David， 跟住呢就大腳一踢，不過可惜力呢就大得滯啦，所以個波呢就飛咗出去。唔夠半分鐘啊，輪到華星隊呢有翻同樣嘅機會啦。華星7號熊仔啊接到16號阿濤嘅傳球啊，即刻就一個大腳射出去啦。嗱，呢個攝影機角度睇落去呢就好似入咗咁，不過呢其實啊就爭少少嘅。雖然係咁啫，不過從呢個簡單嘅球就可以睇到啊，熊仔真係非常之好波㗎。9號高佬周軍啊，衝過對方底線，可惜喺兩個人掹住嘅情況之下，個波呢就俾龍門接咗。華星隊而家嘅攻勢呢已經非常之凌厲啊，不過 Invaders 隊呢依然係打得井井有條，一啲都唔見亂嘅，因為佢哋絕對相信啊，佢哋呢一個堅強嘅後盾就係佢哋嘅守門員 Tony 啦。不過華星當然就冇有怕啦，而家喺場上面睇到呢一位呢，就係8號嘅球員 Danny 林偉傑啊，佢亦都係華星嘅隊長。隊長交波俾熊仔啊，熊仔一個大腳就踢過去後面，89號 Doodoo 一轉身就甩咗對方嘅2號球員啦。即時射球，哎呀，爭啲球呢就始終都係高咗少少。雖然個波呢就冇入到，但係大家呢就可以睇到啊，華星隊喺短短嘅10幾分鐘裏面呢，就已經有多次漂亮嘅進攻啦。所以我相信跟住落嚟嘅比賽呢，佢哋一定會越打越順啊。守門員 Tony 呢，而家一個大腳就踢翻出去中場啦。雖然呢 Invaders 隊好似呢睇落去冇咁多進攻啊，但係佢哋除咗係防守做得好之外呢，另外啊各位球員都打得非常之勇。Invaders 而家得到一個界外球，12號嘅Dragon 將個波交俾隊友之後，隊友一個大腳一踢，不過呢一下就俾華星隊嘅龍門11號嘅阿俊接住咗啦。抱住個波之後啊，一個大腳踢翻出去中場。華星隊24號阿 Ben 啊，而家過咗對方嘅球員之後呢，就即刻將個波交到去中場，不過俾 Invaders 嘅後衛大腳踢出解圍。華星隊接翻個波之後呢，重新再組織過下一次嘅進攻，準備跟住落嚟嘅攻勢啦。而家熊仔大波交俾阿濤，然之後阿濤呢又再交翻去俾熊仔喎，熊仔一踢。哇！不過又再俾Invaders 嘅後衛大腳再次解圍。喺呢度再特別介紹一下16號嘅楊燕濤阿濤，佢係前香港大學足球隊嘅隊長啊，嚟美國冇耐呢就已經加入咗華星隊㗎喇，係一個非常之有實力嘅球員啊。入場19分鐘啊，華星隊35號 Amby 突然間喺左場發起猛攻。Amby 將個波傳俾89號刀仔，喺同一個地方再次落腳，但係喺對方2名後衛嘅壓力之下呢，個波呢又再踢得偏遠咗啦。我睇 Invaders 隊而家最重要嘅呢，就係要即刻組織一個強烈嘅攻勢去對付華星先得。賽事繼續進行啊，不過唔夠半分鐘呢，個波又再一次落入咗華星嘅手中啦。而家接到波嘅係24號阿 Ben， 但係呢就面對住對方嘅防守。喺呢個時候 Invaders 隊嘅5號 Ricky 仔就過嚟搶波。但係呢就俾球證吹罰咗，華星呢就得到一個12碼嘅機會。喺呢個時候介紹一下我哋今次嘅主裁判蔡景琪先生，佢係前中國足球協會嘅主裁判啊，係一位國家級嘅裁判。各位觀眾，你哋而家收睇緊嘅就係第一屆嘅天下杯足球賽事。上半場20分鐘，華星隊7號熊仔射呢個12碼嘅罰球，但係喺對方人牆嘅壓力之下，都係踢得太高咗啲。Invaders 隊而家喺對方強烈嘅攻勢之下，表現得有少少束手無策。不過呢，慶幸嘅就係暫時嘅分數呢依然係0-0嘅。
話都冇咁快 ，Invaders 隊即刻就嚟佢哋呢一個強烈嘅進攻啦！1號球員 Rex 單刀直入，諗住將個波傳去俾中場，但係俾12號阿寶頂住啊！不過 Invaders 嘅球員而家睇落去咧，已經開始越嚟越有眉目啦。5號 Ricky 大波連續過咗2個華星嘅球員，但係就俾同樣係着住5號球衣嘅華星隊隊員華仔撞到。而家係上半場30分鐘啊 ，Invaders 隊再一次有一個小小嘅失誤啊，個波又再落入華星嘅手中啦。華星隊再一次突破防線啊，89號刀仔又再單刀直入啊！呢個時候 Invaders 隊嘅守門員直頭跑埋出嚟要去追波啦。哎呀，有少少偏離嘅，不過大家都睇到啦，華星隊呢多次係利用對方嘅失誤衝破防線去進攻，而刀仔呢絕對係勇猛非常啊！而家球證指示啊 ，Invaders 隊要換人。希望呢22號嘅 Gary 入場之後呢，就可以為 Invaders 隊帶嚟更加多嘅攻勢啦。嚟到呢度呢，亦都要特別介紹一下華星隊嘅隊長8號嘅 Danny 林偉傑啊。Danny 係俾華星嘅球探發現啊，所以無論係實力、領導能力呢，都非常之強，講得上係成隊波嘅靈魂。各位觀眾，我哋而家嘅位置係喺 Arcadia 嘅市政府球場，收睇緊嘅係天下杯第1場嘅球賽。離開上半場完結1分鐘啊，隊長8號林偉傑又再一次發起強烈嘅攻勢，一腳入波啦！啱先介紹完嘅8號隊長啊，喺雙方都已經糾纏咗大概係39分鐘嘅時間呢，即刻就打破咗0-0嘅局面啊！而家華星係以1-0領先，而家呢壓力就喺 Invaders 隊嘅身上啦。8號隊長林偉傑建功打開本賽事嘅第1個入球，相當精彩啊！因為佢邀請咗第1個入球。喺華星得到1分之後 ，Invaders 都隨即嚟一個反擊嘅。5號 Ricky 攞到一個12碼嘅機會，一個大腳，不過好快就俾華星隊嘅隊員解圍啊，然之後出咗去外線嘅，換嚟一個角球嘅機會。嗱，呢個波啊好靚嘅，睇落去落點係唔錯嘅。不過華星隊有一個好好嘅守門員，就係11號嘅藍俊阿俊啦。跟住裁判一聲吹雞，上半場嘅賽事呢亦都係40分鐘暫時結束啦。而家嘅分數係1-0，華星以1分暫時領先。其實我們今天發揮的可能一般啊，可能某些球員有點太緊張，所以踢起來沒有這麼順。其實我們平常的話發揮的會更好，希望下半場會可以。整體的技術還是會好一點啦，所以可以控制到整個場面。對，但是只能進1球，有點可惜。對，今天的話，大家特別是對手很拼勁的，他們都踢得很好，所以我們的壓力比較多。那我們下半場會好好的表現的，對。歡迎各位觀眾翻嚟天下杯下半場嘅球賽。今日嘅2隊隊伍包括咗着黃色球衣嘅 Invaders 隊同埋着紫色球衣嘅華星隊。華星一開波就犯規啊 ，Invaders 即刻就有一個射門嘅機會。而家係守門員同埋23號球員啊，大家喺度搶波，但係球證就冇吹罰，呢一個算係合法嘅衝撞。現時嘅分數仍然係1-0啊，華星係暫時領先。我相信啊 ，Invaders 隊而家呢就係時候要好好地啊，將自己真正嘅實力使出嚟啦。下半場開波14分鐘啊，華星隊再一次喺左翼啊強烈發攻，阿濤啊底腳一抽遠射，哇入咗！好波啊！我哋而家即刻睇下慢動作重播。16號阿濤接到8號隊長嘅傳波之後，喺人群之中就得到傳球。面對住3名 Invaders 隊員嘅包圍，幾乎係喺零機率之下去射球，連我哋2部攝錄機啊都爭啲影唔到呢一個咁靚嘅畫面。我諗對方嘅龍門啊 Tony 啊，可能都係睇少咗呢一個波㗎，因為喺咁多人嘅壓力之下呢，可能真係估唔到啊，咁都俾佢射入。而家嘅分數呢，就係去到2-0。唔夠半分鐘啫，18號阿東一個大腳就射到去龍門，即刻嚟頂頭錘，入咗啊靚啊！即刻嚟新加波啊！頂頭錘入去嘅係9號嘅 Philip。Tony 今次嘅傳波簡直可以講得上係恰到好處啊！
Philip 直頭諗都唔使諗就將個波頂入去啊！所以咧呢一個波雖然係 Philip 入嘅，但係咧阿東啊 Tony 啊簡直就係功不可沒㗎。喺呢個時候咧亦都要介紹一下阿東嘅，佢係前國家隊排名第4嘅藤球隊隊員。而家咧 Philip 就將個分數帶到去2-1啊，暫時華星2分 ，Invaders 係有1分嘅。黃色球衣 Invaders 隊18號阿東再一次要突圍而出，不過就俾華星隊5號球員犯規，球證吹罰，發出1張黃牌。唔夠半分鐘啫，呢邊啊華星隊12號阿寶又得到1張黃牌喎。相信大家都有啲攰啊，可能碰撞就自不免多咗啦。左手邊嗰邊咧就又攞到個罰球。又俾華星foul嘅，華星12號，華星12號又攞咗個黃牌，再嚟開。但係犯規往往帶嚟一個好處咧，就係罰球啦。而家18號阿東咧射門啦，頂射啊，再射，哎呀撞住！11號 Carl 爭少就入到啦。一連串嘅攻勢 Invaders 都係爭咁少少，我諗咧呢個時候都應該係怨下唔夠運啦。趁呢個時候咧，亦都可以簡單咁介紹一下 Invaders 隊啊。其實佢哋只係成立咗短嘅4年嘅啫，不過球員都係年輕力壯，如果唔係嘅咧就係經驗豐富啊，所以絕對係一隊實力雄厚嘅強隊。而家見到場上面啊，黃色球衣嘅 Invaders 隊3號 Corwin 啊，勇猛非常啊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漂亮嘅進攻，只可惜咧依然係唔入嘅。各位觀眾，你而家收睇緊嘅係第一屆天下杯第1場嘅球賽，華星暫時以2-1領先。今次嘅天下杯係由天下衛視主辦，麒麟盛宴冠名播出，高登眼鏡全程贊助，華人足球界嘅一大盛事。而家咧已經去到球賽結束之前嘅5分鐘啦，不過雙方咧都冇怠慢落嚟，而家依然係繼續激烈咁進攻嘅。機會再嚟啊！華星隊9號高佬再次突圍而出，大波衝過咗 Invaders 嘅隊員，射門，哎呀入咗！9號周軍喺對方嘅守門員啊衝出嚟鏟波嘅時候，射門撞柱啊，不過彈翻落自己隻腳度，然之後再將個波踢咗入去龍門啊！周軍啊，今日球場上面最高大嘅球員，再為華星立功，而家將分數拉到去3-1，華星以2分領先。現場聽到球證吹雞，下半場嘅賽事都結束啦。華星正式以3-1贏咗今次呢一個非常之精彩嘅賽事啊！兩隊波今日都表現非常之勇猛啊！天下杯足球嘅第1場呢，亦都係由華星得到呢一個晉級嘅機會，將會去打冠軍賽嘅。咁嚟緊落嚟係邊一隊呢？咁就要睇埋陣間嗰場由 VIT FC 對打高登之友嘅比賽啦。